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战，目前表态要来参选的，只有现任的主席江启臣以及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。这个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日前来参加到陆军官校的校友会，互看做是要阁出来政坛活动咯。另外，还有国民党智库的副董事长连胜文，以及一直拢公开活动的前主席朱立伦，嘛，互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战愈来愈受到注目。欢迎大家辛苦了。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伫咧大甲马文章，民众来甲伊翕相，伊拢真欢喜。不过就惊去问到敏感的问题。替你选党主席，你有没有这个想法？谢谢，我今天都是看妈祖啊。到底讲什么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共款无回应。另外一边，陆军官校校友会拢是有逃兵的人，主席选战刚存无到3个月。对过去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韩国瑜来讲，这场选战就亲像造势活动。韩国瑜和现任主席江启臣甲去点名想要参选政治头人的连胜文，还在同齐出现。不过到底是什么选？谈过就是党主席的这个部分吗？想太多了。我们支持我们自己，继续为国民党来奋斗。谢谢大家。到统计网站列出国民党即马声量上好的5个人选，韩国瑜57.2%排第一，除了江启臣，剩的人选机会拢真细。不过网络声量无一定就是支持度，再加上为总统大选高红罢免的韩国瑜，伫咧党内争议嘛是真济。对江启臣来讲，即摆的选战变数也阁真济。